基隆一渔船港福用266号今仔日透早时阵，伫个平嘉树东北边，差不多是咱海巡的管区以外1海里半的这个所在，去互日本甲取缔，而且佮传出这个船长甲轮机长拢互人带去。即马这只渔船佮留伫个公海，咱的海巡署是随派船去了解，敢是违法掠鱼，即马是要搁咧调查。如果有台湾渔船作业去互外国执法船联检定船。基隆一个港福洋266号渔船，伫日本延美大岛附近的海域，差不多伫平嘉树东北边288海里，海巡暂停执法线以外1.5海里的所在，去互日本水产厅公务船取缔。今天上午3时接到日方的通报，在北纬28度55分、东经126度2分，遭日本公务船登检，怀疑该船有一些违规的一个情势哈。渔业署表示。港福洋266号是受望渔船，6月25为基隆北岛外出海，船顶有2个台湾籍甲6个印尼籍的船员。因咱的渔船敢有去日本海域作业，涉及违法掠鱼啊？渔业署强调讲，已经有透过驻日本代表处了解当中。因海巡署早起要7点接到消息了后，海巡署随派南投南赶去了解。现在给我们的信息是，昨天晚上被登检了，早上我们在联络，一直在联络，我们没有办法联络到渔船上面的电话，全部联络不通。我们从监控中心得到信息也是还在联络，知道有日本巡逻艇是登船检查。基隆区渔会表示，目前也无法度联络到迄只船啊，当想办法甲家属联络，因发生的原因也无明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